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喺 ACE 做義工嗰陣遇到嘅一啲低能有趣特別事。第一樣當然係我嘅上司 Marta 啦。作為一個意大利師奶獸醫，佢嘅專業同佢嘅日常認知，簡直形成咗珠穆朗瑪峰同馬里亞納海溝一樣嘅落差。佢喺 ACE 做咗1年幾，呢間醫院規模其實唔大㗎，得10幾個 staff， 但佢原來唔清楚其他同事做緊乜㗎。我試過好多次，佢叫我揾同事去拎一啲工具同物資，我去到問清楚先發現，原來佢叫我問嘅對象係錯㗎，佢哋根本唔係負責嗰件事或者擁有嗰樣嘢。最好笑嘅一次係佢發現我每日用半個鐘行路返醫院，佢就一直話覺得我咁樣做好辛苦、好慘，好想幫我咁話。過咗2日，佢就揾咗個我未見過嘅同事走埋嚟，話佢同我住得好近，每朝可以揸車嚟接埋我返工。成個對話內容佢哋完全冇提過任何關於錢嘅 issue， 我就以為嗰個同事係願意免費車我，於是就欣然接受啦。之後嗰日醫院冇開，Marta 就約我喺市中心食飯，言談間佢又開始自嗨話好開心幫我解決到返工要行路嘅難題，跟住提我話每日俾返100埃及鎊個同事就得。我當下真係笑咗出聲，我話：咦，乜佢唔係免費接我咩？我第一日返工嗰陣用個 call 車 app 叫的士，40埃及鎊就搞掂咯喎。佢聽到之後成個傻仔咁款，話吓，乜可以咁平嘅咩？我以為至少要150添。我當下都費 Q 時同佢呢啲智障爭論，開咗個 call 車 app 示範俾佢睇，用50鎊即刻有司機肯接單。佢問我呢個咩 app 嚟㗎，仲叫我幫佢下載。我心諗你自己蠢俾同事就算啦，可唔可以唔好拉埋我落水啊？最後佢話佢會出面幫我 end 咗件事佢。我諗佢知道自己俾人當係水魚，應該受咗好大打擊。第二樣係我試過坐錯順風車返 ACE， 由於返 ACE 嘅最後一段路程係一條大直路，好多時我行路嗰陣都會撞到返工嘅同事，佢哋會叫我坐佢哋架電單車車埋我。如是者有一日，我又行緊呢條路返工嗰陣，有一個蒙晒面嘅男人停喺我前面叫我上車，我當然就以為佢係我同事啦。上咗架車之後，嗰個人就好客氣咁問我 Are you going to ACE？ 我先開始諗，咦，佢好似唔係我同事嚟喎，但係當下又冇理由懷疑人哋係壞人，即刻落車噶嘛。於是就坐咗佢架車返去 ACE。原來佢真係一個單純想車我一程嘅好好先生嚟。送完我之後，我就目送佢揸返出去。只可以講，埃及真係太多好人啦。第三樣係 ACE 入面有一隻長時間流緊鼻涕嘅貓，我第一時間就聯想到蠟筆小新入面嗰個阿呆，而且佢好懶瞓，成日都喺大廳度瞓覺，仲要扯晒鼻鼾。佢完全 OK 我摸佢攬佢㗎，但如果我嘗試幫佢抹走啲鼻涕呢，佢就會擰頭唔俾我抹。顯然佢係想保留返自己嘅鼻涕。有次我趁佢唔為意幫佢抹走咗，第二日見佢又成條咁出返嚟，所以我覺得都係尊重返佢 style 啦。下一集我終於要離開樂蜀，響埃及展開新嘅歷奇啦，係咁先啦。